風雨中的燈塔，作者黃毅津。邱真，一位服務社區超過30年嘅義工。佢細個住公屋，見到吸毒嘅人偷嘢，都敢即刻追上去。善良同勇敢早已經喺佢骨子裏。30幾年前，佢喺報紙見到義工招募，毫不猶豫就報名，從此踏上服務他人嘅路。然而人生充滿風雨，佢差啲被逆境壓垮。醫院社工勸佢申請援助，但邱真堅決拒絕，話可以用自己雙手撐起呢個家。喺最黑暗低谷，佢冇放棄，反而繼續學習，並向上天許願，捱得過就一定要回饋社會。佢做到啦！邱真就好似風雨中嘅燈塔，用堅韌同善良為身邊人帶來溫暖同光亮。佢用行動話俾大家知，無論人生幾艱難，都唔好心灰意冷，一定要揾啲有意義嘅事去做，因為善良同堅持從來都打不倒。